李元礼 provide 我们这种体系，让我们这次迎接他的 facility 办这次的交接典礼。各位可能还没有去过他的厕所，他的厕所也是5星级的 ，very very clean, very very nice. OK， 现在我们就正式开始我们的这个交接典礼。首先呢，我们要由会长林正元来帮我们报道一下我们的人数，到场人数。因为我们是有到场法定人数。到场法定。OK， 我现在宣布我们正式开会。OK， 那刚开始呢，我们非常的感谢我们这么多的特别来宾，尤其是我们的处长、主任，还有这个 Teresa 呢正在 continue second round 的Fremont 的 City Council， 所以呢，请大家多多支持。首先，我们由会长来支持。您需要拿麦克风？要，因为那个透过。也可以。OK， 首先我欢迎大家来到来参加我们今天的会议交接典礼。那很高兴在这个疫情当下，我们能够看到这么多的老朋友、新朋友。那我们今天有几位新的朋友，那可能等一下医生会帮我们介绍。那今天我们就是主要就是做这个交接的动作，然后就希望下一年就让这个来大家继续支持他。就是要谢谢大家那个在百忙当中这个疫情这么严重的时间来到这边来到这里参加我们的交接。那非常谢谢那个林正元他的团队，包括自己去年做了非常多的努力。然后下在会长新会长致辞的时候会这个梦。然后我要特别谢谢这些记者，我们会最近好多那个口罩的一些活动每一个都来了，张世军、优势的，然后那个世界日报的李荣，还有我们那个大企业的曹主任，你看还有我们那个Brian 跟他太太是那个中心的那个记者，然后还有那个侨报中心的那个黄婉君，我们几乎最近所有的活动他们都来报，非常谢谢他们。然后希望今天的交接典礼都顺利，谢谢。由我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我要介绍的就是我们旧金山办事处的处长马忠林处长，主任严主任，我们的侨务委员李文雄，我们的侨务委员钟正乾。李洁仪，就是 Teresa， OK， 黄洁仪老师，再次要求你们各位多多支持，他要 run second round 的 City Council， 还有我们新上任火热中的北美总会长。第12届的北美前会长张秋雄。陈高国，还有我们的创会会长谢振宽，还有我们的国运顾问范先生范中正跟他的夫人非常欢迎各位的到临这个在疫情中能够有这样的聚会实在是不容易。那我希望我们今天的交接仪式简单隆重，然后也预祝各位平安健康。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我们的
谢谢。谢谢我们今天的司仪医生，旧金山湾区台湾商会的林正元林会长，还有我们的创会会长谢正官会长，以及历任的会长，我们的北美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的吴一鸣总会长，第12届的北美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的我们的张秋雄前总会长，还有我们第18届的北美前总会长陈光国陈总会长，以及我们还有我们旧金山台湾商会台湾商会的我们的荣誉顾问范董事长，还有范妈妈我们的侨务委员李文秋侨务委员，周正贤侨务委员，还有我们的Fremont City 的市议员黄协怡 Teresa Gan， 我们的国教中心的主任严主任，我们所有在场的还有在线上的我们所有的台商先进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好。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荣幸又能够应邀来旧金山台湾商会来跟那么多的好朋友的见面，就像我们刚才的主持人还有我们的会长都是讲，在这个疫情肆虐的情况之下，其实大家已经被居家避疫已经关了很久了，而且我们几乎侨社很多活动几乎都已经取消了，但是我们旧金山湾区台湾商会仍然能够发挥创意，能够用这种就是说在符合防疫规定的这种情形之下，能够以现场的交接，还有网络连线的这个方式，能够让我们有更多的这些会员朋友能够一起参与真的是充分的显示出我们旧金山湾区台湾商会这个创意，还有这个组织行动能力，非常的令人敬佩。那就众你所知，我们旧金山湾区台湾商会是1995年成立的，在整个系统跟这个背景上面是跟我们的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还有我们的北美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是非常深的渊源，而且有非常深厚的这个合作关系。那自从这个商会成立以来，就一直积极的，就是来主动的举办或者参与许多能够提升我们台商在美国主流社会形象跟地位的一些活动，而且高度的关心我们台湾的议题，最经常也都是自己会主办，或者是配合参与一些，就是来替我们的国家发出声音的一些这些活动。就近2年来为例来说的话，我记得就是在这2年就曾经邀请过美国在台协会的理事主席莫健，还有台美商会的会长韩国瑜来到这个会来到商会来演讲，而且并且跟我们湾区的一些侨胞一些交流座谈，还有接受这些媒体的访问，对于我们整个台湾议题，在美国主流社会，还有在我们自己侨社的这种能见度，跟吸引大家更关注这些议题各方面的贡献非常的宏大，那也是令总理万分的感佩。那非常的感谢我们第25届的林正元林会长，过去1年来无私的奉献。大家都晓得林会长他是一位专业的律师，其实他自己本身的工作也非常的忙碌，但是他当了会长以后，仍然是以会务为重，然后全心投入，在他的卓越领导之下，不仅就是在让旧金山湾区台湾商会能够在非常良好的过去的这些基础之下，能够继续的平稳的运作，而且更让会务蒸蒸日上，同时也参与了很多这些社会的一些慈善活动，来回馈社会。例如说，像疫情发生的时候，3月份的时候，我们地区的系台湾商会
矽谷台商论坛，那是发动的，就是结合大家力量来募集点钱，而且来买一些这些防疫物资，帮助我们本地人的，就是那时候因为是想说先来照顾，现在帮助一些美国这些政府，就是第一线会跟民众接触的这些工作人员，因为帮他们保护好以后，他们才能提供更好的服务给民众。所以那时候就募集了一些资金，购买一些口罩啊、洗手液，也承蒙吴总会长协助的买了很多些什么手套啊，还有消毒纸巾啊这些，来提供给我们本地的一些政府机构，还有一些消防队、警察、医院来使用。那最近呢，我们的商会又配合了北美台湾商会联合总会，募捐了相当大的一笔资金，就是103万美金，向台湾购买了1000万片的口罩，来举办一个叫做千万口罩、1000万爱心的这个活动。而且在上个礼拜也举办了一个记者会，然后向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整个商会募捐的成果，非常的惊人。1000万片口罩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不要说钱了，就是我记得那天吴总会长提到说，这个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你到哪边去。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管制，你到哪边去买到这个口罩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商会仍然就是克服了各种困难，然后获得了这批资源。那我们整个北加州地区获得了100万片，那更承蒙我们这个商会林正元会长，就是说非常慷慨的谚语的说，也提出15万片由办事处来再帮忙一起，就是说去找一些就是说这个当地的一些弱势的团体，还有一些老师机构来帮忙分送。我们也深感荣幸，说能够配合这项活动，同时也再次的谢谢商会，谢谢林正元会长，为我们社会所做的这个贡献。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第26届的这个会长的重责大任交到我们周信杰周会长的手上，还有2位非常能干的、非常卓越能干的我们的李元林副会长，还有张家豪后任副会长的身上。我们周信杰的后任会长，他的不但是他学经历非常的优异，而且他非常的热心公益，对于侨社的事务参与是非常的深。在侨社的资历，我看真的是非常少有的一个资历。据我了解，他是2006年在San Diego就担任的侨务委员，而且几乎我们的北美地方的各个注重台乡系统的最重要的这些组织，几乎都担任过会长。例如说2006年San Diego台商会的会长，然后San Diego台湾同乡会的会长。另外之前也在也担任过 New Jersey 台湾同乡会分会的会长，还有矽谷分会的会长。另外就是北美洲台湾的教授协会、北加州分会的会长、南加州分会的会长，还有北美洲台湾工程师协会的总会长。这个经历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了。也显示说我们的周后的会长，他对侨社的投入跟奉献是非常令人敬佩的。那相信未来的我们总会长也要发挥更卓越的领导能力，带领大家一起继续往前进。那更值得欣慰的就是我们的后任还有2位非常坚强的非常卓越的副会长李元林副会长，还有张家豪副会长。李元林副会长也是事业经营有成。今天很荣幸，大家在咱们漂亮的这个公司里面Portwell 举办交接典礼。李副会长他的公司也曾经得过国内的侨商磐石奖这个很不容易，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所以说可以证明，就是说我们的李副会长，他不但是事业经营有成，而且对我们的社会有高度的爱心跟
们的这个张家豪副会长，他也是我们科技界的这个精英呢，自己也创办的这个公司叫做风行海洋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在前2年也呼应我们侨委会的这个号召，回国去投资了在国内投资的一些生机产业的这个行业啊，对于我们国内的研发还有一些国内的一些就业啊，这些都有相当大的帮助。同时我还记得这个我们张后任副会长，他过去也多次的帮助，就是出钱出力帮助我们的国内的一些演艺团体，像这个原住民的团体，还有一些其他一些艺术家来到旧金山湾区演出，真的是也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那又有这个我们这个荣誉顾问啊，什么这些我们的范董事长啊，还有范妈妈，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些理事团队，每一个都是我们侨界的这些精英还有大佬。我相信未来在我们这个新的周会长的卓越带领下，2位副会长的辅佐，还有我们所有坚强的团队，大家一起的支持之下，我们旧金山湾区台湾商会的会务发展一定会更加的蒸蒸日上，更上一层楼。那总理在这边要再次的感谢我们旧金山湾区台湾商会所有的朋友们，过去多年来对于我们办事处侨教中心，还有对于我们国家的大力的支持协助。那我们也敬祝我们在场的还有我们现场的每一位朋友啊，大家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各位，谢谢。所以呢，只能做好事，对不对？如果你做了另外一件事，别人也都知道。所以呢，这个告诉我们只能做好事。OK， 下面呢，我们请我们的湾区华侨文教服务中心的主任严主任为我们讲几句话。我们今天交接典礼的这个建交的马处长还有我们这个旧金山湾区台湾商会的林正元会长，还有我们的创会会长谢正光会长，还有我们即将上任的周新杰会长，跟我们的 Randy 副会长跟 Alan 副会长，还有我最敬爱的这个北美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我们刚上任的吴以斌会长，还有2位这个前会长张秋雄前总会长跟陈光国陈总会长。还有我们这个监事长王思颖监事长还有我们2位侨务委员李文雄、钟正乾2位侨务委员，还有我们这个方法厂的老板范妈妈，还有范董事长，还有我们水保市议员何律长，大家还有各位先进，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我今天也是非常荣幸能够参加今天这样的盛会。大家都知道，其实安排在海湾出版后面讲话是压力很大。我刚刚想说，我能讲的一一的被处长讲完了其实真的是处长非常的这个用心的，也很就是很非常辛勤的在经营这个侨社的工作、商会的工作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处长对商会非常的了解，非常的支持。其实我们侨委会也是跟商会也是非常有很密切的合作关系。有一个侨商处就是专门跟海外各地的这个台商做联系我这边就是除了刚刚处长讲的商会对台湾、对我们侨社、对侨中心的贡献，还有对社区的这次防疫的贡献。我这边唯一想到还可以再提出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商会这个朋友们就是说除了本身在侨基地这边繁荣当地的经济，就是让这边经济可以更好之外，其实也是善尽很多的社区责任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每一年的这个感恩节都会有一个这个感恩节餐会就近当地提供当地一些这个比较很弱势的这个团体或是家庭让他们度过一个很温暖的感恩节。这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其他的其实刚刚处长都已经
经讲过。那我在这边就是谢谢商会对就是住处，也对侨中心，那对侨委会的支持。那我预祝这个就是说新上任的周信杰会长在历任会长打下的基础下，可以将最近商会、台湾商会的会更加的兴旺。那我也希望这次的疫情早日过去，那大家平安健康。谢谢大家。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北美洲台湾商会前总会长，我们的张秋雄。处长、主任，还有各位贵宾，尤其是各位媒体，今天来参加我们这个盛会。我们在26年以来我们在前会长的努力之下，在他带领的团队以及我们的会员的努力我们商会得到很大的这个团结以及作为。希望以后呢，还是要靠大家都在努力。感谢以前的前会长，每一届都有各种不同的贡献那么会员呢都能够支持现任会长的所有的作为，所以当然我们的会长说容易不容易，说不容易也很容易，只要你能干，你热心，你要去做，你都会得到各界的这个支持。刚刚我们处长奖励了我们商会很多的这个东西这个成果。那么主任也是对我们这个商会有很大的期许。那么以后还是要靠大家的团结在这个大家庭中间为国家为自己为会人，同样的不只是友谊，也要来为我们的将来多努力，为我们的下一代多努力。所以我们也发展这个青商会。那么刚好今年北美的总会长吴怡民总会长是在湾区，所以今年我们未来的这个就你的努力会加倍的有得到效果，加倍得到加持。那么今天谢谢大家来那么回去不只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也希望保护你们的家人希望疫情早一点过去，让我们生活在以前那么自由这个高兴的这个生活谢谢你们来，谢谢。谢谢美丽的主任。谢谢我们光国大哥。OK， 就是大哥。接下来我要介绍我们的光国大哥，也是我们北美的前总会长。他已经讲我的名字，我好像已经说过了，对不对？对。处长主任，还有各位来宾我今天很高兴来参加这个交接典礼事实上，我跟这个我们的周会长，在我当18届那个北美总会长的时候，他已经在沈联做那个会，就是当地的商会会长。那时候呢，我们曾经有一个 project， 我们跟这个台北的美国商会会，我们回去台湾开一个这个我们北美的那个就是有一个理事会在那边在台北开，那我们邀请这个台北商会的这个他们的这个主席来参加所以那时候他帮了很多忙，所以我们今天很荣幸他又来接我们这个旧金山商会的会长因为以他的经验，以他在高科技的这个历练，还有他的那个所有就是认识的这些人，我想今年一定对我们的这个台湾商会
在这边高科技的有很多的，我们曾经都很少跟他们接触到。那我们希望借助今年的这个团队，都是些高科技的一些这个很重要的人物。那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个商会做一个平台，让这些年轻的人能够吸引这些年轻的人进到我们商会来，然后也把我们的这个整个台湾的这个社区能够就是跟侨民能够聚合在一起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因为今年的团队在高科技这么强那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把我们这个商会建立一个平台就是交流的平台。因为台湾现在也是很重视在现在的经济发展，就是要在 AI 这个所有的这些高科技方面的领域要更进一步那我们这边的也有很多年轻的人才还有技术，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平台来交流，跟台湾经济部或者是我们侨委会做一个交流，把我们所有的能够贡献给台湾的，来帮助台湾在 next round 的这个经济能够更加发展。那我很高兴就是今天参加这个会，那我也祝福我们新的会长在你要来的一年一切心想事成，一切顺利，谢谢。中国前总会长，然后接下来呢是由我们旧金山湾区台湾商会的创会会长谢正宽为我们做几句话。走过1/4世纪的台湾商会，如果我们把时光往前挪的话，回到当年创会的背景，我想今天我们有很大的感触。那么最大的感触我想咱们这个新的这个工作团队，他们也要求我写了一篇，就是这个商会过去的成长跟期待。有空的话，再稍微观察一下。我今天呢，倒是要跟大家来讨论一个议题。这个议题就是说，只有一个字，就是 INC。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社会各界的精英。那各界的精英，你参加过很多不同的社团。那社团对你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我想第一个字就是 identify yourself, identify your calling。那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加入这个社团，你是要来做什么？第一个先自我介绍。但是你自我介绍以后，人家是怎么介绍你？那是另外一个高观感。所以 how to identify yourself is very important。OK， 你这个社团想要在这个社区，好比说我们处长手下有好几千个社团，他管辖的地方。但是每一个社团，它在经文处的记载，它是代表什么含义？这个社团是代表什么？是干什么？That's very important. That's I. And after you identify yourself, then what you want to do? Social network. 你就希望能够广泛的社区这个交流联谊。那有很多人就是很陶醉、很欣赏。交朋友，谈是很好，这个确实是就是说我们应该有。而且刚才几位也谈过，就是说我们这个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的联谊必须要靠这个网络，靠这个上网 WiFi 这些都必须要有新的科技，所以要在一个社团里的成长，这些与时俱进都不可或缺。而横向的这个联谊之后，我想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纵，这
沉船。什么叫众为沉船？就是你这个社团成立之后，你要做什么？你要 create civilization， 你是希望能够创造文化，所以你把你成立的社团的宗旨，你透过很好的言语之后，我想你希望帮这个社区，帮这个大的广泛的这个侨社做了一点事情。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关怀台湾，这是我们创会以来一向的宗旨是这样。那么在我们过去的这个25年的这个经验里头，我想在座的，因为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们确实是全湾区或者是全北所有社团团结出的一个团体。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个商会曾经邀请过历届的美国在台协会的理事主席到这里来，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经营出来的一个原则，要好好的珍惜，要好好的保护。我想在新的工作团队带领之下，我们会更往前走。谢谢各位。谢谢我们创会会长谢正川的一番支持。Identify yourself, network, and care for Taiwan。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我们北美洲台湾商会总会长吴一鸣致辞。那个视讯的镜头是哪一支？这一支。因为上面很多人。来，我示范一下，如果你们要出去唱卡拉 OK 哦，要这样。你的外面哦是包前面那个人的口水，那里面是你自己哈。所以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候啊，我代表台湾商会北美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我们34个 chapter 地方商会带来最大的祝福给我们旧金山商会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的交接典礼。那过去25届，我们看到林正元会长在湾区他所贡献的，他所服务的，我就不再赘述。那我们也很高兴，正元会长在卸任以后，也到了北美来担任我的法规委员会的主委。那今年我们也把北美几位律师组成了史上最强的律师团，所以我们北美台湾商会由我们林正元的会长来带领这支律师团，对内对外，我们强化所有的法律。我们也谢谢我们新任26届的会长周会长，那今年上任了以后，秉持着过去我们的友谊，在我34个 chapter 里面，我精挑了21位担任我们副总会长，他是我们当中最强的执政团队的21位副总会长里的一位。那今年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也在这种疫情的考验下，可以看到我们北美台商第33届是一个行动的团队。我们已经组成了16个委员会，我们有8个工作小组，我们已经有300-400人全部在线上正在运作。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在旧金山商会，在过去的25年，在谢川会长讲那个1/4个世纪的时候，他喜欢哇，对，用世纪做单位，已经可以到用世纪做单位，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哈。那我最后也期盼我们旧金山商会在过去，我大概是我想应该是7年前进来做顾问，到今天我仍然在你们的当中，我们一起努力。我相信湾区在旧金山商会这样的服务，高品质的服务之下，可以服务更多的侨胞。我们也谢谢今天所有的贵宾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你们。前面有人讲话，我们来一一帮我介绍，他非常的细心，非常好的一位。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我们的Fremont市议员黄杰仪为我们说几句话。
我相信他一定有很多话想要对我们说。然后在这个依依不舍的情况之下，我还是希望他能够对我们说几句话。处长、主任 Teresa， 庄委员，还有文雄大哥，还有我们3位北美的总会现任总会长，还有2位前任总会长，以及我们3位所有的前辈、所有的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一个话不多的人但是今天因为是最后一次跟大家讲话的机会，所以想多讲一点其实不会讲太多了。好不容易总算等到今天了。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在等待的时候呢，时间过得特别的慢。但是时间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当你忽视它的时候，或者当你很忙碌的时候，时间又过得特别的快。那很特别的是，有些时候你觉得时间过得怎么这么快，但是你又觉得怎么这么慢。那在我过去的1年当中，其实我的心境就是在这2者之间一直摇摆一下子觉得说时间为什么过得这么慢，但是一晃眼1年就过去了。那我想认识我的人大概都知道，在过去的1年大部分的时间我并不是很快乐的。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我很感谢3位感谢这些朋友给我这个机会来为大家服务。那在过去的1年当中，在我生命中，我觉得最充实、最有活力、最有干劲的时候，就是在做3位的事情。不管是预备我们平常的这个例会，还有我们感恩节的参会今年感恩节参会，我从筹划开始一直到当天组织，全部都有全程参与，所以我从那当中觉得得到很多精神上的回馈。那今年的年会基本上在这个疫情还没有正式冲击之前，我们低空掠过。那我们也很感谢万妈妈配合我们的情况，然后我们还是如期顺利举行完我们的年会。所以这一切呢，在做这些事情的当中，我觉得非常的充实，而且我觉得最欣慰的就是说，能够有机会跟3位的很多人一起共事，一起互动。那我们3位里面有很多前辈，很多顾问他们对3位的会务都非常的关心。很多事情呢，我还没想到，就有人打电话来了，回电话，你得爱这上。你刚刚我那要回话的消息，怎么都还没有看到通知呢？你要赶快做这个做那个。那我很感谢这几位那他们真的很热心的在提醒我，叫我该怎么做那我希望我也尽力的在做。那我希望我做的没有让大家失望。那今天等一下吃完便当我就卸任了那其实我想我还是会继续留在3位那我还会继续留任1年的理事那最主要在这次的这个口罩捐赠的活动因为我是从头就开始参与，那我会把这个工作做完那刚刚处长也有提到我们其实是很感谢处长他们办事处帮我们去捐赠了15万的口罩所以这是一个捐赠 effort， 同时为我们台湾这个提高我们台湾的知名度，也表达我们台湾人的爱心。那我们3位每一个人，我想都与有同源那我希望呢，我们每一位就是对我支持的帮助我的人，他们能够继续来支持我们的周信杰会长，
他如果忘记做什么，就赶快打电话去骂他。那很高兴我终于要下任了。那谢谢大家今天来到这里，谢谢。我要感谢我的团队就包括我们的顾问，还有我们的理事团队。那其实我本来有准备一份资料给每一位那我从台湾特地购买了一批书结果呢这批书没有到，所以呢就给大家一个 rain check 等这批书到的时候，我还会不会一一送给各位。那今天呢就准备了一份感谢状，那要给每位理事跟顾问那请我们。OK， 我一一的念一下。特别感谢周信杰第一副会长。那念到的，请大家上来那我们等一下一起做照个合照。OK， 特别感谢第二副会长李元林。特别感谢秘书长张家豪。特别感谢财务长张文清，他可能今天没有到。特别感谢理事刘美金，也没有到。特别感谢理事陈阳明。先不要走，我们大家一起合照。特别感谢理事崔敬乾，他也没有到。特别感谢理事周威宇。特别感谢理事庄淑仪。特别感谢理事阮光哲。特别感谢会务的顾问范中正。特别感谢会务顾问戴建明，他也没有来。有吗？没有。OK。特别感谢会务顾问吴一鸣，也是我们的北美总会长。特别感谢会务顾问李文雄，我们的侨务委员。特别感谢会务顾问李汉文，他可能侨务委员，他今天可能也没有来。特别感谢会务顾问林生颖，他也没有来。特别感谢荣誉顾问张秋雄。特别感谢荣誉顾问陈光国。特别感谢我们的永久顾问创会会长谢正宽。特别感谢我们的永久顾问黄成丽蓉，没有来。特别感谢我们的永久顾问温彩珍，没有来。特别感谢我们的永久顾问王诗莹。特别感谢我们的永久顾问陈光哲，我记得他有来。他在里。特别感谢我们的永久顾问张世昌，他可能没有来。特别感谢我们的永久顾问张世杰，也没有来。特别感谢我们的永久顾问林丽娥，也没有来。特别感谢我们的永久顾问徐小芳，有。特别感谢我们的永久顾问刘焕国，没来。特别感谢我们的永久顾问汪丽玉，他今天也没有来。特别感谢我们的永久顾问叶雨禾。特别感谢我们的永久顾问佩华，他刚到。特别感谢我们的永久顾问洪瑶君。特别感谢我们的永久顾问陈阳明。OK， 在场的刚才领到感谢状的都请上台，好不好？还要请我们的处长，还有我们的主任都一起合照。领到感谢状的都请上台，好吗？一起合照，一起合照。
不是1、2、3、5、6、7，7的时候你嘴型最好看，7。快点啊！我们叫他们有呼吸，他们可能会真实快点。再一点，3秒钟，5、6、7，好，谢谢大家。请帮我把一袋梅花给我好吗？好。梅花你知道什么样子？来人呐，坐下去，打啊！要吹呀，要吹呀。接下来呢，是我们最重要的重头戏，就是交接典礼。那今天的交接典礼非常特别，因为我们北美的总会长刚好在这里，所以呢，由我们的北美总会长先做监交的程序，再由我们的处长做监交的程序。所以我们的周信杰后任会长，他就是有加倍的加持。OK， 现在我们有请我们的北美总会长吴丽丽，还有我们的前后任会长做监交的仪式。我们要请我们的前总会长张书雄、光国总会长、处长还有主任都到台前来做见证。处长要拿口罩吗？但是请你们不要太多的呼吸。还有我们的创会会长谢正宽，麻烦你到前台来做见证。现在应该有配乐的，台湾的配乐就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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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奏乐。这是人造的奏乐，有点嗨。OK， 好，谢谢大家。接下来呢，处长接下来要由处长再做一次监交。那其他人还请上台好吗？刚才上台的也请上台好吗？也请我们的北美前监事长上台一起做见证。不要。OK， 谢谢处长，谢谢。OK， 对。然后现在呢，我们要念那个侨委会公证员委员长的嘉典状。对，是那个由我们的主任。对，侨委会同政员委员长特别有一个感谢状给我们的这个林政元秦会长那我在这边代表委员长宣读一下侨务委员会感谢状侨商字第10903第83号林政元侨务促进委员担任旧金山湾区台湾商会第25届会长期间，致力促进商机交流，增进会员权益福祉，成果斐然。今后尚起一本服务热忱，去为支持政府提升台湾国际能见度，协助拓展经贸交流，共同携手努力，特颁此状，以资感谢。委员长洪正元，中华民国109年6月11日。OK， 我们的处长颁给我们的林政元前会长。
周信杰侨务咨询委员，荣因旧金山湾区台湾商会第26届会长，具见服务同侨之热忱、绩效、深获肯定、实至名归，信能展布长才，为促进台商团结合作、支持政府更着贡献，特颁此状以示庆典。委员长彭正元，中华民国109年6月11日。还是由我们的处长来颁发。恭喜我们的新任会长周信杰，在这里呢，我要特别感谢我们今年，不能说他是顾问，他一直都是我们的顾问，但是他对我们商会特别支持，就是我们的总会长吴一鸣，对我们这一任的周信杰会长还是捐了1000块钱，所以呢，我们在这边要特别的让一下，感谢我们的吴一鸣总会长。接下来，周信杰会长要为我们支持。哦，对，你先支持完才颁奖。就像刚刚林会长讲的参加台湾商会是这一次你们大家特殊的经验。online stream 比较特殊的经验我个人是因为在台大读书的时候就是自由派学生，然后我拿到很多的奖学金，但是其中没有收到，你只有学者奖学金。那我就有在那边当教授，所以我就到那边念书，然后那时候又跟上李毅他们刚好在为了征求台湾的民主他们花很多时间在做学运的工作，然后我就救了他们从那时候开始就决定把我去申请来替他们跟台侨社做这个事情。那我拿到博士以后到滨州一间学校当1年的助理教授，主要是要去拿身份，身份一拿到我就到圣地亚哥去加入会友的集团带了一个世界团队。因为我老婆那时候她的工作是在旧金山，在生物医学，但是她老板是节目的医学得奖，就是很优秀。在圣地亚哥里写的没事，做很多社区的工作。我加入商会原因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商会的会长是一个07代，207，他是1.5代，他家属他爸是圣地亚哥最杰出的一个旅馆的建筑大的，所以他本身呢就是因为政治关系，他需要政治上的关系，所以他就加入台商，然后就变会长。他就要求他跟我讲说，你如果要做主的决定，必须要加入台商。所以在他的引荐之下，就开始跟他一起做一些社区主流的工作。那他本身也是圣地亚哥最有power的亚洲商会的董事。那他因为他爸突然间去世，他去接那个家族，他就把他那个位置亚洲商会叫我加入亚洲商会的董事。他这个路没有40年，已经40年的历史，是所有的圣地亚哥的主流，只要跟这些外国、跟日本、韩国、跟台湾等等地方建立了商业合作这个组织。在里面呢，所有的商会，所有的亚洲商会会长都是4位的董事，然后很多公司、大公司，包括 AT&T 所有的公司，都是我们会里面资深他们这些资深会员都是我们多年。我在里面总共待了7年，当了2年的财务长，然后被选副董事长，然后被选成董事长。那时候因为我也是侨委会跟办事处的侨委办事处的处长叫做费伟，后来中长，我们就利用这个亚洲商会跟台湾商会建立了这个人脉网，去做台湾的商会。因为那个亚洲商会它本身是一个很大政商的事业，所以市场几乎就是说，他们4个县都是每年都有竞争。今年在选举的时候，他们就会所有的法案的提案都会到来跟我们解释这个提案的过程，然后要充分落实，包括
加州州他们所属的区域所在的透过这种关系，我们跟那个办事处的他们的结论，我这一辈子在天堂上做最多事情，就是那种跟处长去拜访所有的工作，包括那个居士委员会的主席然后那个市长现场，台湾来的一些市长现场要拜访政治的都是台湾商人。那另外更特殊的就是，这里是台湾那个是美国最重要的军人，它本身是3两公里进行飞机潜水，要训练那个 Navy SEAL 跟那个看的中的可纳的位置。因为透过那个商会跟他们之间的交流，我现在受到他们的激励去做转移，包括他们的亚洲传统，有的时候，另外就是我参加了他们所谓的社区领袖健体一天，是他们背景基地的那个司令官，用直升机载我们一些社区的2个小时，他生意很快。一天在他们站点，一天的时间跟他们相处，然后到基地以后，也跟他们有机会1个半小时做科技的实验。另外就是在透过那场关系，我们认识空军舰的舰长3海我们认识这些东西。我们台湾3个之间这个关系，我们有10几个理事能够在这个舰长的邀请下去参观。那在这个座谈的过程，我们就要跟他们讲，中共在台海地区他们的军事扣留有很大的挑战，其他们在那个跟他们国防部的老板接触的时候，一定要麻烦向他表达我们的感谢。所以在那时候主流的商务跟一些外交是跟军事方面节点上透过商会的系统。亚洲商会的系统，因为亚洲商会本身就是危险的签不他们那个经费在那里签，市长下来就把他们所有的召开的事情，所以透过这种关系，真的是替他们做得非常非常好的事情。那我们来到那时候，就像陈光头讲，我们也一起回台湾去跟美国在海上建立签了一个说一起做那我来这边，我也看到那个处长透过这个台商论坛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在组织里面真的是非常好的去integrate到里面去，然后去争取那个台湾的权益，跟亚洲的权益，所以非常感恩说这个在台湾的社长跟当然很多不同的社长，真的是协会他们在科技方面的投入，那我们在商务经济这方面，主要就是那个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这个像亚洲商会，他们这个影响力是40年累积下来，他们最大的工作是他们会 continue 在这个社区里面发一批重要的人才，有能力的人才，让他们加入商会里面，然后继续培养这些人才，做一些贡献的事情。那我们今年一起就是在我们企业社区里面重要的成就的，让我介绍各位加入我们商会，然后所以让我们商会能够去发展。另外，青商这个渠道跟他们有合作的关系。今天那个 team 在台湾这个部的，所以他打算帮忙为了找那个市场上做一些经营。所以大家基本上就是希望今年呢，未来还有那个一个总会长他很多的计划，我们会尽全力来支持他。这个商会会不错，用这个机会能够教你。更好的事情，谢谢。周金杰会长要颁发给我们前任林政元会长一个感谢状，然后上面是一首诗，是由我们创会会长谢振宽所写的。在过去啊，商会会长
郑典律师，还有台上凯，这个是在过去呢给商会的这个服务主义当我们的楷模。我们现在请现任的会长来颁给我们现任的会长。处长就是一路
吃饭。当然我们有还是非常有些都比较早上的。那其实现在 we are at war， 全世界都最需要 solidarity 团结的时候，那台湾人今年创造了很多 miracle， 那所以今天能够在这边看到大家齐聚一堂，我真的也是非常的感动。那看到你们就会想起我台湾的爸爸妈妈跟家人。那尤其昨天晚上在视讯会26届的会长，还有2位副会长们，还有林会长，大家也在对于现在的场地温度控制，还有等一下的便当豆浆这些安全的规格都有很要求，然后真的是台媒记者非常高兴，然后也很让大家放心。我今天的角色，台湾有2个 role， 那台湾现在很流行叫杠杆人生。那我首先要非常感谢杨格会长跟 Teresa 的支持，那让我在这一次有机会加入26届的这个城商会里面的理事团做学习跟做好桥梁的工作。那同时呢，我也是青商会这边的公关长。那我们2位会长 Tim 跟前任会长现在都在台湾赶不回来参加今天的盛会，那所以我在这边恭贺城商会这边第26届宁夏绅士典礼圆满完成。那希望我们更能够借着今天在这边中strengthen我们跟富爸爸跟富妈妈的棒。那2020年是台湾人最拿手的选举年，台湾、美国都选举。那这边但是也是多事之秋。那就像各位刚刚先进讲的，networking 很重要，但是现在的physical distance 其实也很 challenge。但我相信在这个 moment， 大家更希望有更多的 connections。那希望我们青商这边能够很多 engineer 大家能够一起更 innovative 的来协助这样子的 connections。那最后我想在这边代表青商会 share 一下我们青商的 mission。其实也真的不是只喝玩乐而已，我们有4个主要的 missions。那第一个是加强湾区台湾青年联系跟合作，那促进商情跟商机的交流，共谋事业发展，然后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第2，我们希望培养跟发挥湾区青年企业家的领导才能跟管理能力，然后提升竞争力。第3，我们会鼓励跟号召湾区台湾青年参加各国的这个台湾商会、各州及世界总会，然后并参与其中的活动。第4，希望作为连结台湾这个湾区台湾青年与台湾平台，跟这个促进台湾的经贸关系。最后做一个 closing， 最近 Disney 常常上新闻，那有2点，第一个是它 reopen 以后，希望大家做 ride 不能尖叫之外，第2个很有现在就是一个很 popular 的 musical 音乐剧叫 Hamilton， 那是在讲美国这个 founding father 的故事。那我昨天看了以后，里面有一句台词，让我非常印象深刻，那也非常符合我们商会这边的愿景。那希望跟大家当做一个勉励，就是说 We immigrant we get the job done。谢谢。谢谢娟娟。接下来呢，由我们的现任会长周庆杰介绍一下他的新团队，还有宣誓就职。我们会请我们的，等一下请我们的王博，不是王博不要再弄。我们今天那个秘书长是菲利嘛，这个是我台大学长，他因为退休时间呢。工程师协会的资深人，在跟我们帮忙到。另外，我从 Cisco 找了一个 manager 就是manager，他姓周啊，在这里，你们一起来帮忙啊。那我们的那个财务长是Sophia，也在
陈会长的时候，他们那个我们区嘛，就今年由他来当然后为了让我们这个小会团队比较更健全，我们请那个周医生，他是正版的那个红海的那个会计，让他来帮我们做我们出纳管账，他会是具体的。另外我们那个就是过去的 Rex Charles 是我们现在今天他说那个疫情的本身他没办法休息，他是我们的。另外我们有新的board member 是那个是我们那个林正留下来当1年的理事。还有就是我们那个新的 Tiffany 加入我们的我们开始就是想说我们要传承。那我们在这次在那个圣地亚，就是在那个旧金山里面的各行各业里面找出一些经验，来请他们当我们的顾问公司加入我们会。我们第一个是就是以前连任的是那个范董事长，还有刘一雄，新的那个钟正贤，还有10个总会的会长，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杨耀他协会西普工会会长的时候，他是部门企业会长，那他现在是应用材料的那个高级总监，就是高级副总。那他们部门他管了150个，这些人年纪都是10几万，所以这是非常高年轻一代，就是一直在可以把他希望能够接任更多的位置，所以他现在也是侨务出去。那我们台湾的一些高科技对一些市长，这个要参访现场，都是他协助的。像那个彰化市长去年，还有那个彰化县长3年来要跟这个接口等等签约的时候，是他协助。那现在他跟我都帮忙那个台湾，就是那个彰化市长准备在彰化弄的那个工业园区，我们建议要跟大台中的那个工业那个科学园区结合，他们彰化市才彰化市才有希望。所以他透过副总统跟科技部长在做这件事情。那我跟他都在里面做那个顾问，谢谢那个要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那个另外就是我们台湾银行的那个刘主任，办事处主任。还有那个国泰银行的那个监后，他本身是在当那个公司协会总会会长的时候，他是那个台湾就是矽谷的台湾产业促进协会会长，就是邱金邦他们的创会会长，所以他在这方面有非常多的经验。就是希望他能够加入到慢慢的机会之后，变成我们的 leader， 像以后的 leader。所以谢谢他进来这个地方。那我们还是用你们银行的，我们的账户是没有配，还是在谢谢这个支持。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那个我们的 Teresa 那个我们 Fremont 的。为了要让他连任，我们会有个人的那个 Teresa 会办募款就是竞选的活动。我已经跟这些报章杂志讲，希望能够来我们要协助他，另外还有他们市长那个Lily，最近很多人要他下台，他就是坚持让他下台。另外有一个人跑到他家去说要叫他那个要不放历史，他是坚持他自己。像这些市长就是我们要全力支持，我们活动他也常来，所以我希望呢能够支持这个我们 Teresa 跟他们市长可以
第一呢，让他们继续努力。今天的所有的会员大致上，那我们还有一些新的会员我们在寻找。那能够就是说让我们跟在上面能够经营去开发一些leadership开发，这些讲太多都没有用，你就找一些人去。OK， 我们请拿到手上有你的单子的宣誓就职，所有的干部请到前面来，要由我们的张秋雄前总会长为我们做监视动作。还有我们要请陈光国前总会长、吴明总会长，还有现在的关春会会长都上台为我们做监视的动作。贵宾坐下。贵宾请坐，贵宾请坐。会员请站起来。那请你们举起你们的右手，跟我一起。请举起右手一起。我念完你们跟着我念。本人今就任会主任，自愿遵守就家关系台湾商会自宗旨几章，正法正见，精神合作，共谋队伍发展。只是义理之人，监视人张之2020年7月11号宣誓完毕，坐下。那么然后我们请处长一起，我们照相，主任一起好吗？一起照一照。等一下，那个，你要照相。光国会长，光国前总会长，我们总会长，我们监事长，那个监事的，一起照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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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动作可以慢慢来，因为我们照完相就可以吃便当了。都话你有修来好不好？都话你有修，高照再完相把你手上那张宣誓就职的交回给张秋雄，口罩拿下来，屏息呼吸。567，大家好帅，又美又帅 ，perfect picture of the year, picture of the year。还有吗？再给3秒，1、2、3，谢谢，谢谢大家。我建议各位长官都把这个口罩戴起来，这是世界，世界流行的新趋势。来，这个以后我们看都看不到了。希望以后看都看不到。那好吗？希望以后再不要戴了，对。戴口罩，现在是戴口罩 version。This version is with mask. Very good version. Picture of the year.